无本年恩准，富甜甜的，恩亮洒嘅春天，对日头辣辣嘅年中出走。嗰時我聽上有你嘅所在，就是家園。基本上就學生時代就挺好，所謂的文藝少女。不過因為我都係國語教育的背景嘛，故所實際上冇客家話嘅視覺，也冇你嚟講我係漢人。也件事情一直到我大學嘅時間，讀到李橋老師嘅《寒夜三部曲》，我當想講，要不然我讀了4年歷史呢，我經驗。就對台灣嘅土地冇了解，我當時開始想要去對呢個部分。拄好我嗰時後來去讀嘅係歷史研究所，我都有一門課要做一個田野調查田調。我當發現講，我完全唔曉得民間嘅老人家嘅話，我無法度做訪問。開始學客話之後，我當去思考到講，做乜講我做唯一嘅客家嘅聲音呢？客家家庭配音嘅人。我完全唔曉客話，也都在發生乜嘅問題。故說在1991年啊，開始學客話嘅人，就係經驗後差唔多3-4年嘅時間嘛。對我來講，就係幾個思想我嘅關懷，我嘅主題，老頭哥完全冇共用。我非常強烈想去寫嗰種歷史檔案冇本人看到嘅，土地檔案冇本人看到嘅。可能用文學理論來講，就是所謂的陰性書寫，陰陽的陰，去寫嗰種幾個面向，去本嗰種無法度發生嘅，係你聲音無發出來嘅，我想本佢有一個加油愛來發生安陽性嘅一個努力啦。嘿，對我來講，我嘅思想係咯，這個是非常清楚注意安陽性嘅轉向。對日頭辣辣嘅年中出走。在我細年嘅時間，有看過一個挺好多年輕人，看過一個中英版本嘅年輕人。當我後來去開始學客話之後，我有講過，我有為咗訓練我去學客話，我有段時間我就拿總理府嘅小說，然後佢翻譯做客家話，因為佢嘅小說都沒挺長嘛。故說在這段期間，有非常多嘅篇章都會寫嘅記錄嘅不一樣嘅愛情故事，像同鄉之婚、同性之婚，還有講奔逃，佢都愛去東北，也都經驗。一個有錢提出嘅有錢嘅好名字，然後咧就唔實施嘅什麼嘢記錄嘅愛情，在那種本人批判本人堅持嘅那種。社會裡的禁忌，佢哋就係堅持非常非常多年，然後總理府先生就去滿足過，佢去學食材，去做問講，將老一個台面接去東北。我跑一個文化國家嘅時間，我做一個節目嘅主持人嘅時間，我都是跑過總理府先生嘅文章，也是做過鍾天明先生。等於講我去美濃嘅時間，我有機會出嚟見到台灣，看到呢個非常典型氣質挺好、溫柔、細細張，你根本冇想到佢有法度去開嗰種安泰嘅潮嘅一個婦人家，我真係感動啊！係真係感動。嗰時我就想，我嗰陣時就在想講，一個愛好文學嘅先生，用創造嘅先生。有一個唔實施嘅朋友，佢哋使用版型愛情有法度按檢聽，做得按強行，故所我就去想去思想呢個台灣嘅自家本身嘅一種心情。我自家挺感動嘅部分，事實上係最後背啦，就講因為李婆先生死嘅時間，佢知道講文學辛苦嘛，佢樣時啊交代張讀高中嘅天明先生同佢講。各位全部收聽，係個字冇行文學一條路。不過台灣還有一個天明先生，其實都攞幾個各位留下來咧啊！
刘导讲后来我哋真有机会偷到中地佛先生嘅文学，古时我做了一个富人家无简单啦，一个唔识字嘅富人家，不过佢对文学嘅力量，佢对佢企家先生嘅种信心，也要为台湾文学、为客家文学留下安宝贵嘅资产，真嘅无简单。古时我非常想用佢嘅角度去讲出嗰种坚定嘅爱啦，嘿。唔是见过白天嘅雪，唔是读到人生嘅汗，手牵手向下行，马该都无，马该都有，爱乐中年。归来江山江岩，日光下做田，你那边挨卡脚头，拍摄嘅番薯落地上见。基本上係客家寫詩嘅時間啦，就講因為佢有客家話寫嘛，在我客家女性啲度，我女才我依家我客家對了書詩嘅節奏，故所我幾天用乜嘅詩樣板型分行呢那地方係我知道應該蹲點嘅地方，唔過變咗高嘅時間，我個使用嘅處理，然後我嘅客家本身嗰種很陽春的、挺簡單的嗰種方式就完全冇用用，我覺得很驚訝。就講我客家本來想要挺簡單嘅東西，你發圖去找到嗰種非常重要嘅你講詩言嗰種核心，歸來，你就攞嗰種東西做嚟特殊嘅處理，然後又做嚟重複，佢變到講我本來一首詩是敘事，啪啦啪啦啪啦一路講實。唔過呢，你本嚟一隻在呢一隻節奏地方，你要本佢一隻主題，嗰隻主題馬上就我本人知道講，確實做喺人嘅詩嘅題目完全符合，一隻到中國本人很多拍攝嘅番薯嘅台灣人，佢係要轉到自家家鄉日光山下，日光下種番薯，日光下做田，去落地上見，然後你就用歸來一隻主題去。做幾隻一隻非常特殊嘅一隻主題，一隻主曲，就講我本來知道講，你用音樂嘅方式，攞幾首詩地位，嚟傾向我講嘅幾隻核心，就攞佢講出來。我感覺就係也係音樂嘅力量，係使用愛嘅詩，你做了一隻已經超過也完全冇共用嘅一隻作品出地位咧。清风，你的爱的，You sail, you go，也清风。